今日教大家整西多士，今天教大家整西多士。剪開晒啲包皮，剪開晒啲包皮，麵包中間搽花生醬，麵包中間搽花生醬，將佢夾埋，將佢夾埋。先調個雞蛋液，先調個雞蛋液，打3個雞蛋，打3個雞蛋，加少少牛奶，加一點牛奶，用筷子發勻，用筷子發勻。熱鑊落油，落黃油，一鍋落油，落一鍋。麵包淋滿蛋液，麵包淋滿蛋液，先煎側面，先煎側面，煎到四面金黃。煎到四面金黃，色香味俱全，是香味俱全。食之前加啲沙律醬，食之前加啲沙律醬。你哋一再唔使出茶餐廳食啦，自己都可以做得到。你哋大家都不能去茶餐廳吃啦，自己都做得到。咁好食嘅西多士，你哋學會未啊？咁好吃嘅西多士，你哋學會未啊？